两边车子都有获奖，水果都有了。直接移动，1块中啊！船开起来下水！不要碰到摄影师啊！不要急，都有那个。打造小姑娘海船，就正面人员，一趟喺度橋林，就將幾群嘅義工同業，前面佢會向前走。當少少嘅河巴水，本體甲睇起上無險，有啲人行家係夾夾拿起雙馬拍來拍去。小姑娘喺爬山，這裏講係當年一天最受到歡迎嘅水上運動之一。花蓮水面 VD 東坡海岸山脈，然中央山脈東岸。呢個位所當都好係 LR 睇到板塊，然後菲律賓開板塊9隻嘅位所，亦係一個可樂客家原住民各隻3個1個嘅多族群鄉鎮。下水面富年一點多，嘿。嗰個係下水面。嘿，下水面咪真多，啊啲啊，這路嘛差唔多一半咯，好多人一半，客人一半咯，雖然有啲台東池上嘅小姑娘海，順藤發動中國由南向北流，啲水面附近呢或向東撇，長過海岸山脈，啲太江河流入太平洋。嗰時小姑娘海兩撇。但是係點點嘅石壁，將嘅建設，本小姑娘喺啲1980年代邊呢開始發展爬船水上運動。集合啊！好。此爬船運動開始試行，報數來說，竟然有超過250萬人次來到花蓮小姑娘海爬船。數年後歡迎是知道爬船業特別競爭，最多時節甚至有30件業者按到。一下做嚟生存下來嘅搶存到6件，就算按樣，一下當年最少也有將近10萬3人來到一參加一下飯堂。小心你們的頭，小心頭哈！來，歡迎。一台台向警察，再等一層層人客來到一間爬船公司面前，只看到頭甲曉粉講，都當然就上家門，用其親那嘅笑容來款待人客。各位貴賓，我們從這邊下車了哈，我們把行李可以拿來打包哈。來，麻煩到後面有行李的。曉粉講係選擇主動嘅行業，本來啲台中來做建築業。10年前因為9年熱太地痛，所有財產無搶搶，因為當都好機會下來到花蓮，看看啲水面打出嚟其事業嘅天一村。我有客兒做喺爬山嗰度聊，感覺呢係行業前好咧，自家有做得。看太自然，有做身體或健康，感覺講你係身體做得做，我是家全部錢忙強啦，冇咧啊，是銀行就借到錢，自家掉是掉500萬，賣掉裝備開始做呢份爬上啦。安全帽了哈！如果有第2行程賞金的貴賓，麻煩各位拿黃色91。適當設置嘅機，特別珍惜一下嘅條路。每當人客來到，佢天出全身嘅狀態，仲講啲人生路不熟嘅位所，要做嚟奇彩腳步，係當無簡單。你出來做拍鏡，你會讓你抵制啊，提點我外天嘅，我來點冇片冇油啊，所以睇下你起起呢非常係艱苦，所以頭年2年做2年嘅時間做你講搭航是冇選擇出去啦。東也5小時，西也5小時擺湯也冇地方擺到起啦。這叫胯下帶，也叫生命帶。最重要就這2條繩子。抓着黑色的塑膠環，兩邊同時抓着，挺胸，將它往下拉。戴上橙色的安全帽，高着上9公嘅救生衫，呢度都係保護人客安全嘅基本裝備。一系列做唔凊彩，當然都需要試太前投資關心。用喺背湯嘅係設備啊。你係實皮上你係衫你最簡單嘅啦。人家一輛衫，你冇可能衫，佢好快是可能一咩可能嘿，呢啲東西所以一天來合乎呢一係潮流，呢係後生人用慢做，以輕鬆做起要當舒適其實感覺你係生活，緊頭是緊完新鮮嘅。你落水的時候，我們自救的方式很簡單。
抓着救生衣领子下方这边椎脖这边，啊，抓着往下压，啊，头就可以完全浮起来了哈。往下压，抬头看天，做仰漂。基本的刺救训练行家做唔得少，一出发前，救生员必须挖脚神通的表演，有时节省只要解释的手铐来相应他的注意。的人啊，喜欢抓着对方的船不放，好，你跑不掉了，然后手像什么机械马达一样，拖个不停。哎，靠右边，靠右边，靠你们的右边哦。这一段为什么要走到右边来？河道这个河道很小的。哦，不要走那个会。现在这河道水路，它每天的水路都不一样，每天它有这个水道。这边水比较大。对，水比较大，比较好沿路，这样会搁浅啊。就算有好的行情教育，不过水的道边，一般苏南上的前进有当道变化。一时节救生员要天作爱当注意四面八方，冇天作下一只转弯就有船的变态。有危险的时候，我们会比较积极啊，在那边做，就把他们推开，把它推开，对吧？现在救生员都很安全了，都马上就浮起来了，说以防万一撞到骨头。那边要变船，那边唔会变船，那边要调电，那边唔会调电那么低啊。专門講唔掂嗬，唔做唔得講唔掂哦，佢唔掂做唔得咯。佢要危險嘅所在嘛嗬，佢要拿船嚟送走。要保護好人客嘅安全，就天操喺當地小姑娘係嘅水性，詳細啲小姑娘係順太嘅人出面。行開救生員的最後人選，一下救生員到，大概要935係人出面。佢射就到了度睇，你看佢射眼射就好白都夠咧，所以佢對你嘅水性非常清楚。拖鞋，我要賣拖鞋哦，我要賣拖鞋了。哦，那邊還有哇，我知道這個是誰的拖鞋了。另外，救生員上時也要聽數全力學包，甚至有啲時節要激起水法，誤落面下。來，最後一個，把底下說，救生員那個是我的。人家教每個，我上教水啊叫，啊人哋喺上人去教，呢度人家冇法度啊，啊你帶條教啊，啊帶佢別人你還會教啊。賣拖鞋啊，沒有人認你了。50萬嘅表演，最希望然後有一個獨強嘅立場，然後嘅反應也係當出隻。替拜爬山的人客，經過當定驗。覺得今天好不好玩？好玩。哪裡最好玩？到快艇這邊的時候，標船最好玩。為什麼？因為有快感，很舒服啊，可以吹風。掉到水面去的時候蠻好玩的。可是你掉下去不是就馬上被拉起來？對，馬上被拉起來，可是就還不錯啊，在水面飄，只是比較危險一點，就會撞到石頭，對，跟它蠻好玩的。激流呢？激流還不錯，又很刺激。不過是來過的，沙旦是講當大爽水量特色唔拉出嘅。就感覺水量今天還好，沒有特別多這樣。受傷了？對啊，因為剛才我們隊友剛才把我推下去了，然後就撞到石頭這樣。邊個你好高？好高啊！呢條好高嘅。就激流好玩啊，激流好玩而已啊。唔可以動出嘅。稍微沒有像以前那麼刺激啊。因為水量細。對。像颱風來咪搞唔得啦，水漲大咪搞唔得，是兩種搞唔得啦，其他全部做得。水蛇是別冇嘅刺激性冇人過啊，因是為啦你講不好玩啊，冇好搞，嗬，所以你哋啲做呢一行係行業，講只後冇修養嘅時候，群天説判啊，群天説判啊，嘿。別動哦！
遇到河坝水崩急的位所，就強到耐唔得見險。都係較平穩的所在，就採集天天的行。有時節訓練上偏少嘅，救生員也會故意要送要來。不過遇到外國人學習，稍讀生意，亦一看得出個民族對爬山運動無同樣嘅態度。外國人別人還要教，去教其他山呢唔本意來，你來要發脾氣，要打人，係要幫人，要罵人來哦。比較依賴我們救生員啦。碰他的船不能碰他的船，他自己想辦法，不然他會罵人的，會罵人的，真的。台灣那邊一直叫你們過去。對啊，叫我們過去，幫我拉一下。要不然待會就會碰到了啦。待會就碰到了。待會就碰到了。累了。還沒有1/3呢。除了腳也要慢，很久以來，小姑娘喺一天天內都隨在那個河慢發爬上行程。救生員變咗拖拉綿羊，本然後啲河壩船停下來，小姐貼起啲石骨落河壩石睇。這個叫帝王石。帝王石。啊，它這邊有。媽媽，我家嘅古老道。哦，這邊有珊瑚的那個黃金。哦，遺體嘞，它是遺體嘞。對。它這樣形狀不一樣，它就是被那個水的時候沖刷，軟的部分都被它沖刷掉了。這個你看有區別哦，它的有的不夠硬的，要很硬的，它要很硬的。這個不夠硬嗎？對，這個是還不夠硬，這個你看夠硬了，要滑滑的。你看狐狸的，狐狸的，怎樣看它是狐狸的？就是看它的腳啊，爪子啊，這個，它前面是有那個爪子啊。他抓那個螃蟹的啊，他就是來這邊吃那個螃蟹啊。東部嘅人行通好慢，因為成分冇咁健壯，所以你河壩來坐喺船啊，爬上啊，你爬慢慢，規路來撩，規路來飲石頭，你千好，佢開始送到你3年嘅時間，本來都冇人，你1年可能要5、6千沙喺度飲。會唔會啊？無天則係歷史政治因素，無天則係民族性格、地理環境嘅影響。就算河壩係一條生活最重要嘅一環，台灣人實唔好拿水接權。當然一天，無天則做嚟鄉下嚟爬山，共同認識無同樣嘅河壩。